截图，三指下拉，截图，三指下拉，三指下拉。你看截图啊，你看截图真的三指下拉，滑手机，三指放上荧幕向下滑。你看哦，荧幕截图真的好用，还可以传送，三指向下滑。你看荧幕截图，哦，这样很快啊。来，三指向下滑，荧幕截图，很快。你看这样没有办法荧幕录影，没有办法荧幕截图，没有办法荧幕截图。你看，原来三指下滑的截图，可以补这个手机荧幕录影程式，这个叫手机荧幕录影程式，按最下面那个就是截图了，你看荧幕截图。你看，这样没有办法荧幕录影，可以啊，跑掉了。用手指三只手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，在荧幕上向下滑动，三指下拉。你看，这可以截图了，这个叫长截图。手机荧幕录影程序没有办法做到的，这可以荧幕截图。荧幕截图有没有？下拉，三指下拉。然后你看刚刚荧幕截图，刚刚荧幕截图的照片呢？刚刚荧幕截图得到的照片。刚刚荧幕截图得到的照片。荧幕截图得到的照片，得到成果图片。